年尾嘅節日氣氛濃厚，購物啊、約朋友聚會啊、應酬啊、影相打卡啊，一唔小心就會唔記得咗留時間俾你哋兩個噶咯喎！千祈唔好俾節日嘅熱鬧沖淡咗你哋嘅甜蜜啊！嚟緊我會有10個既浪漫又帶啲啲性感嘅節日約會靈感，讓你哋可以喺繁忙之中依然黐住㗎。你哋可以買材料返屋企搞一個砌薑餅屋大賽，輸咗嗰個負責一個聖誕願望服務，有創意又有火花。可以去赤柱或者西九文化區嘅聖誕市集，一路行一路食小食，讓節日嘅燈飾同埋人聲做背景，俾人群包圍住嗰份曖昧，反而會令人更加想偷偷親密㗎。無論你哋忙成點都好，節日都係最適合讓愛升溫嘅時候。就試下呢啲帶啲偷情氣息又唔失節日氣氛嘅約會，等今年嘅聖誕有更加多暖流喺度流動啊！